你都傻嘅，我偷咗對我有咩好處啫？梗係有啦，你可以着噶嘛。快你！啊，多謝我哋 MVP 咁耐嘅 MVP 萬同學，萬總佢阿希總 Kitty Demon Face 可樂仔同學、初妍同學、Lemon 同學。快啦，你係咪？哎呀，唔好叫佢乜嘢啦，有冇票啊？輸硬啦！輸夠咗啦！輸咗啦！哎呀，煩咁煩做乜嘢啦？你睇有好多人支持你㗎，你睇下盧海達。哎呀，我唔係煩你啊！煩邊個？我煩嗰啲成日我一日到黑我靜悄悄地開直播啊，練老師，練就練咗啦。你睇下，你嗰班人啊，停咗就唔好喺度自欺欺人啊，唔係自欺欺人，係咁搏命上，好肉酸噶嘛。擼臉啦，他法拉利咁啊！我哋啲同學啱先咧就出咗啲橋俾我，就話即係叫你懲罰嘅，就係咧第一個懲罰你揀咯喎，我俾2個選擇俾你好唔好啊？好。點解放大唔到你嘅？咁咪大咗咩？得，第一個懲罰咧就係喺窗口度大嗌一句起身掉嗱第一個懲罰係呢個，第二個懲罰咧就偷阿婆條底呢2個懲罰，你揀一個。問題我唔知阿婆係邊喎。咁你就揀第一個？我肯定唔制啦！我揀咗第一個，我為咗呢幾十蚊，我聽日冇工返啊！傻更更嘅，我偷啊！我決定，我決定偷，我要個偷唔偷到？偷你領導嘅，有冇你領導喺咪度？你上次嗰個啊，攞住抽大鎖匙嗰個啊？有偷佢老母！偷佢條底啊！好，你都傻嘅，我偷咗對我有咩好處啫？梗係有啦，你可以着噶嘛。你傻咗？你老味，你話我關都關唔切啦！你黐線噶！哎呀死啊！你同我走啊！點樣關？你死啊！你個街啊！死人法拉利！佢係咪有病啊？你老味，我叫佢喺衣架度偷啊！你老味，佢直情喺個人身上攞㗎喎！佢 short 嘅佢啊，同學們知道嗎？佢真係 short。佢贏咗啦！佢唔係輸。我知道他已經贏了。媽的，整個抖音他可以贏了，他贏了，真的是贏了。同學們去對面點舉報啊！唉，激死我！真係黐線嘅啊！求嗰個同事個心理陰影啊！你話媽瞓覺好好地地啊，別巴啦我咁啊係嘛？乜瞓覺瞓得好地地，點解有人扯我嘅？發夢仲以為個靚女扯佢啦，原來上咗電視，唉，有生之年居然話可以通過呢啲，通過咁樣嘅形式嚟上電視，你話死唔死啊？真係求佢同事嘅心理陰影啊！真係，你會啱先關都關唔切，你知道嘛？幾恐怖啊！錄屏組啊，應該有冇人錄屏啊？錄屏組真係唔知有冇人錄屏啊？有咁好彩先會錄到屏嘅啫，有咁好彩先會錄到屏嘅，冇咁好彩嘅話就冇。錄屏組如果有嘅話，發喺我哋嘅群度。
我要佢永除清屎啊！我要他永垂不朽。